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，甲罢免团体抢赌抢，拢签到同一题公告扛棒。罢免团体来指控，讲因的扛棒和徐卡心的扛棒砍过，双方伫遐互相呛声。原来是罢免团体委任的广告公司有疏失，伊甲这个扛棒租予罢免团体了后，并无甲厝主来确认，才害人双方产生误会。 这是台北市中孝东路5段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的选区内真野目无同意罢免的广告，挂伫大楼的外墙，看一个真下骹有一幅是罢免徐卡心的广告，双方为了看棒租用权的问题伫冤家。他自己在脸书讲说应该要沟通要协调，但是他并没有。 原来罢团提出合约，有显示5月28就已经签好啊，不过徐卡心嘛提出甲另外一间广告商6月7、5签的合约，毋若摆明都是同一个所在，日子嘛敢若差一天。徐卡心无出面，却公布罢团委托的广告公司发出声明，即是讲是因为作业的疏失，罢团成租后，公司无随甲厝主签约，后来看棒租予徐卡心的团队，才会致使这一连串的误会。 因为台北市监管处点名讲，徐卡心这个看板无经过申请，徐卡心赶紧提出申请。广告物设置人已经在今天上午向监管处提出挂号申请，上符规定。 即马罢团甲徐卡心的看板比数是7比63，王宏美的罢团广告进前互人检举了后，佫受到支持者的赞助，所以讲比数是3比23。港澳地区这是因为一直拢找无厝主来斗相共，罢团甲立干学看板数是0比51。谁合法谁就应该去挂上去。罢团，大家都说是罢免团体，但是现在很多的作为看起来都变成霸道团体。这样子的一个看板内容，他们想要在寻觅新的地点。 其实都困难重重哦。大罢免第3阶段的宣传已经开始啊，双方拢咧布局陆战，即马为着看板的数量伫对呛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